人讲嘛爱心嘛爱人，这考试规题要到啊！台南市推设着考运祈福导览，带民众伫2公里内行大五经庙，拜文昌帝君、魁星爷等等的神明，祈求会当金榜题名，也互这考生安心考试。这条导览路线，毋但有宗教信仰，也结合着文化导览。台南全中运比赛，学校放假，一家长带囡仔来庙行打，佮传无同的奖品，被祈求考试顺利。因为高级统一入学试验参国中会考，年尾要到啊。过来这边祈求一下，可以考上第1志愿。我们就准备冲啊，就是那个聪明嘛，然后算就是神算啊。还有包子是包粽，然后芹菜是勤劳。因缘可贵，台南市管理局设考运祈福导览，第一站对树顶目标开始，才有全台罕见的5文昌帝君，行200公尺外是赤坎楼的魁星爷。导览沿路唔敢若拜拜，导览人员卖小解各庙宇的文化背景。伊讲观光其实是文武相传，那魁星爷手提珠笔甲白刀，向顶点状元，将官公明。魁星就是一手提笔，就是文昌笔；一手提什么货呢？迄毋是金元宝哦，迄是木刀。木刀就是咱古早时代，咱的咱的木匠，伊无切用啥？用木刀，平伊直角哦，用劈的对一线。代表什么含义呢？伊的木刀劈落去，这边就是金榜题名，这边就是名落孙山。粉红色的祈愿卡，一张一张伫新春头前，拢是考生的心愿。台南县城隍庙近来嘛有侪人来写祈福单，别方讲庙内有考官24时，无论是求职面试，也是考国考，拢有信徒来祈求。几乎只要到学测、高考这边的单子，一定都是填满的。我们1年换一次，到现在差不多也要换的，几乎都是全满。哎呀，对啊，供不应求。这条1.6公尺长的考运导览，伫5月起过，每礼拜6出团，隆重试题处120个名额。管理局讲，希望带民众来参访台南重要的国庭古迹参庙宇，除了增添信心，卖当练拔在地文化水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